多谢美雅，中国的贸易经停止进口，咱台湾的食客甲染污，和农业会赶紧宣布要用10亿要救市场。也毋过台东县长姚庆玲为了帮助台东真济食家农友，提出发行这个台东食客券，建议讲农业会会使将这个农业券设定为食客方便国人购买甲支持。一箱一箱的食客装好上车，准备要卖出去。这款的景象，在中国宣布禁止台湾的食客进口了后，恐惊较好看到啊！去年台湾上大的食客产地之一的台东真紧张，县长姚庆玲更亲身出面呼吁中央，趁着发5倍券的时，嘛来发一个台东食客券。那农委会可以来做台东世家券，让我们台湾的所有还不认识凤梨世家的民众，都可以透过农游券、台东世家券来了解台东世家的美味。我们强烈建议农委会在这个时候即刻进行凤梨世家的产量调节。姚庆玲有新的想法要救食客，不过行政院无其他的回应，是讲农业会在中国停止进口咱的食客了后，都已经宣布要开10亿救市场。我们后续推动的农游券，我们推动的5倍券，当我们的消费者，你去买1颗莲雾，你去买1颗凤梨世家，你就是最具体的行动，在照顾我们的农民。我觉得这个可行性不高啦，也找一些贸易商把东南亚这边，包括日韩、新马这些国家，越南我们都有在拜托。那我也跟农民讲说，这是因为突然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所以请他们在这个量不要很大。中国以强硬手段影响农民的生活，在往来了后，又有食客染污嘛，伫禁止的名单内，各县市无论调野，拢伫想办法，希望讲会使解决农民的问题。